伫彰化日本风味的纳凉屋来成立催眠工作室，意外搭配了穿越前世今生的气氛。对着10几档经营长期照顾事业的郭涵瑜来讲，毋甘老人长期食药阁无效，所以希望透过专人的放松，甚至隔开复杂的性格，互身体家己来修复。所以到底催眠的专业，嘛看见催眠毋是神奇的变魔术，而是真正会当帮助人改善疾病、增加自信，甚至扭转命运。我们借由催眠，你跟你的内我潜意识更靠近，让你更放松。那你可以借由这种放松，然后聚焦去完成你可能想要达成的某一些事情。为了将催眠美好的一面经打进咱的生活，摆脱毋是被催眠的人会被控制的刻板印象。过去从来毋捌经历过催眠的记者，伫咨商过后，嘛期待进入催眠的状态。我觉得催眠运用太大了，就是无时无刻其实都是在催眠。我们每一个讲的话都是一种催眠。那所以我希望我工作室成立之后，我开始可能会开一些课程，一些可能师资的养成，或者是催眠的体验课程，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体验，然后来了解真正的催眠是什么，然后普及，让他们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疾病然后可以让他们有所改善。郭涵瑜是美国 NGH 认证的催眠师，嘛拥有护理、心灵辅导等优势，希望用专业来回馈有兴趣的，欢迎预约体验。联络电话0939-406-403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